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一生缘》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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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甘心船，甘心命，付出心心命命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甘心船，甘心命，付出心心命命。玉晶，玉晶，阿嫂呀，玉晶，玉晶，哎呦，阿嫂呀，哎呦，你又搁来啊？啊，你想玉晶啊？啊，准备要送什么货哈？啊，你哪会知？啊，你每回来找玉晶啊，毋是送胭脂，啊，有着什么礼物啦？啊，今日嘞？拢互你约甲准准，今仔日吼要送这啦。哎呦，恁五呢？哦，这贵送送的物件哦。袂啦，你足俗的啦。足俗的啊？我先说。无啦，头家娘，这是。啊，等你毋是讲足俗的，啊，你搁买就好啊。恁五，哦，我足久无食到啊。哦，咱两个吼，一人一半，安尼感情较袂散啦吼。啊，你免小想啦，我家己看看顺啦。头家娘，啊，你是爱食恁果药啦？无我阁买互你啦。阿川兄，你做介阮阿姊对无？无啦。无。啊，你即摆心情吼，我完全会当体会啦。因为吼，我即摆甲你共款，啊，毋过吼，我用的方法甲你无共。甲我无共。啊，啥物无共啊？你看你着用迄个礼物，着想要买收查某囡仔的心哦。真拼咧，我甲你讲，就亲像我共款。我查某囡仔是一个安全感。安全感？是啊，我要互伊知影，我会当互伊的物件，绝对毋是迄个钱会当买得到的。假使伊若是去用欺负，我绝对徛来出来替伊出气。还知影讲啊，啥甲是伊心目中哦真正的英雄。哦，钱吼毋是万能的，都爱靠食，啊，搁靠食。安尼你知影无？啊？是啊。足痛。啊，你是几岁？几岁？食饭。食饭啊？喂，安怎啊？叫恁朋友礼拜斗阵食饭。阿山呀，啊，即摆都遐济项斗阵食，啊，点拢徛倒遐。无要紧啦，头家娘，我食饱啊，多谢。哦，食饱啊，遐。来，吃。头家娘，无要紧，我坐哦，看你食饭啊。阿母，这礼拜
拜六吼，我要出去者，暗时也无要踮厝食饭。啊是什么代志啊？啊，就迄个朱大哥啊，伊邀请我去参加舞会。舞会哦，哦，安尼一定做一个水查某囡仔的呢。看你什么地带啊？食你的饭啊？有真啊，迄舞会吼，拢有一寡不三不四的人参加呢。我看你也是莫去。阿母，遐吼拢是朱大哥的同学，我想应该无问题啦。嘿啦母啊，哎朱大哥敢若插头咧，因朋友嘛差不多啦，互伊去啦，应该袂有啥物代志啦。安尼哦，好啦好啦，啊是讲吼，出来行行，看心情较快活无？阿母啊，我即摆吼食袂落，我来切一寡水果，啊恁豆豆仔食。好啦好啦，阿双兄，你慢慢做啊。有劲，有劲，有劲。怎么？有金，这头毛叶啊，送你啦。阿双兄，你莫定定买物件来送我啦，趁钱足无简单，你应该甲遐个钱啊留伫家己身躯边啊。无要紧啦，这粗俗物啦，我是即摆无钱啊，我才会送你这啦。等啊，若是有一天哦，我有趁钱哦，我变好野人哦，莫讲是即款物件啦。你若要车哦，我就送你车；你若要厝哦，我就送你厝；你若要衫哦，我就送你足水的衫。哦，我知道有啥物稀罕，住大间厝有啥物了不起？有车有啥物了不起？叫我无稀罕啦！阿双兄，是的啦。有姐，我看你这几天哦，心情无甲偌好，啊，是毋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我会记你哦，你细汉的时阵，你若是拄着啥物困难，也是有啥物心内话哦，你拢会同我讲。你讲到哭的时阵哦，我会拍我的脚趾片的。啊，你即摆是拄着啥物困难？你同我讲，我同你斗相共啊。阿双兄，多谢你啦！这10几年来哦，你对我的关心甲照顾，我永远拢会放在心肝顶。我袂你放在心肝顶啦。我为你做的一切吼，拢是心甘情愿的啦。只要你相信我吼，我就满足啦。我永远拢相信你，因为你是我上好的导演。我不爱做你的大兄啦，我是讲吼，我想要做。我想要一个人静静，你先回去好吗？啊无，我这放在遮吼，我先来转啊。你敢搁会记的？这盆花是我读到名校的时阵，咱规个伙仔斗阵种的呢。阿爸搁讲，这盆花亲像我甲阿母同款，遐尔啊水。
陈叔，陈叔个情形啥款啊？其实也无啥物啦，伊只是贫血，身体自然都会较虚啊。我会开食药互伊食，互伊好好休困，安尼应该就无问题啊。陈叔，那多谢你哦。阿转，替我甲送者。好。等你顺行吼。请。小平。小平，快去静静。大门口哪有玫瑰花？哪有玫瑰花啦？咱玫瑰花是安怎啦？玫瑰花是阮娘在生的时阵，阮带两个囡仔去种的，两个花甲拢一模一样，拢一模一样啦。小平啊，敢会是文小等啊？玉姊，一定是玉姊，伊听我倒来遮，你来找我，我要去玉姊。哎呀，小平啊，小平啊，你甲冷静的啦。啊，台湾开开的花满市，啊，同款的花款遐多，同款的足多，这犯罪吼是别人送唔到价，才是去讲的遐袂记你体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来大门口看卖咧，吼。啊，你休困吼，你唔通我袂想来。是啥物人甲玫瑰花放在遮？是安那玫瑰花对秀萍的刺激会遮大？伊要谈，是安怎我家己出来谈，叫迄个查甫人出来，伊无资格牵我的玫瑰花。事事拼输赢，行行赌性命，要拼要赌，人人叫我第一名。心志讲生命，提出信心。你是啥人啊？等是安怎呢？啥无？你落房间无？房间哦。啊，你敢有钱？无钱，我嘛无房间啦。你凊彩互我一个所在住，我当困倒觉嘛无要紧啊。阮这是国际大女社呢，毋是咧救济院哦。你一寡物件分我3工无食啦。算你好运啦，啊拄着我这好心肝的啦。我甲你品落好哦，我物件互你，你就要随我走哦。徛到外口，徛到外口。哦，啊无等人起来，看到你都惊死命。来去外口，去外口。多谢。我来提吼。多谢。
国60几年啊，还佫有这种去食，算起来是可怜有影。馒头啊，一寡小菜，你应该是有办法。嘿，拜托，起来，我这要搁做生意，你甲我倒路遐哪会用的啦？起来，起来啦！我要互你变做舞会内底上水的查某囡仔。阿嫂呀，玉珍，你来啊！玉珍啊，你来就来，你搁送花给我创啥啦？这花毋是要送你，哦，这是我送给我家己。哦，毋是要送给我呀？玉珍，这啦，这，坐遮。你有要啉啥无？我去替你停。食的嘛无要紧，惊阮头家无伫的哦，遮我上大，我做主啦，啥物拢有啦，啥物拢有。玉珍你哪会目眶红红？你哭过吼？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哦，我知啊，一定是玉清啊，迄个高囡仔搁惹你生气了无？玉清这个高囡仔愈来愈毋是款，无要紧，你莫阁伤心啊！我小等哦去好好来教示啊，来去食饭，吼。阿嫂呀，你偌久等下装卡一撮？我，足久啊，大概2-3个月后，我才转去一撮啦。你遐尼久才转去一撮，感觉你拢袂想你那爸爸？想是想啊。也毋过我即马伫遮学师啊，总袂用个讲想要转去就转去啊。你阿母敢有听你？阮阿母当然听我，虽然哦我阿散生做公民哦，也毋过我嘛是阮阿母生啊对无？我阁会记得我细汉时阵哦，我若是做毋对代志哦，阮阿母就会甲我骂呢。我叫伊骂声，伊要有够大声，规个家人拢知影哦，阮阿母就生气啊！阮阿母哦，甲我拍的时候，嘛足凶的哦，伊拢摕手册啊，低头讲，哇！我的骹趾哦，拢乌青啊啦！我就走回了，规个庄仔头拢知影我阿逝，搁做毋对代志啊，真爽的。会当互阿母拍，实在足好。叫人拍，搁足好的哦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你若母会当甲你拍，表示伊搁听你，关心你，安尼敢袂互人嫌弃？输输拼输赢，行行赌性命，要拼要赌，人人叫我。讲心志，讲生命，提出心声。
加食。也毋过，伊的价格是这的花，毋是阮阿爸。嘿，看起来咱三球啊啦，嘿，佮不你啊重咧，还要甲忝受呢。我好心好意摕物件互你食，啊，就爱佮眠床互你倒。我甲你无熟悉呢，哦，我是有够加无缘啊。先生啊，你嘛好起来，起来啦，你嘛甲我讲者，你到底是啥物病啊？啊，起来呀！哎呦，先生啊，啊，万一若到死在遮，我是要安怎啦？啊？水哦，哦，我就爱去倒水互你啉哦，有够水，有够牙劲呀！幼年时天真可爱，青年时快乐奋斗，老年时清心不自闭，这是完美的人生。敬请下礼拜一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《台视一生缘》。路见不平人讲正，咱若无行袂出名。我啥物拢唔惊，我啥物苦嘛吃。搁较重嘛敢担，搁较远嘛敢行。无论是半山也过岭。